记就是廖志坤牧师，廖志坤牧师是台北中会副书记，以及台北中会中委长老、蔡进和长老和两个，因为聘牧的代志是真重要，真慎重，所以台北中会派副书记甲中委长老来甲咱的中间甲咱监选，所以我即摆开始来点名。 请你点着你的名，你甲我叫出来。来，于宗琴，于宗琴，有来去楼下，郭英英，在楼下，我在楼下。邱幼梅，来，张文和，有，拍摄我记清心了吼。吕正梅，有，陈宇翔，吴文雄，有我袂错，还单珠爱。 有人不可抗拒的国歌吼，可来管我吴以轩、助理老师吴以佳、助理老师郭阿环、下来，可以叫一下哈，来郭正尧，郭正尧、郭心如，好，太原，吴国业那里，好，吴国业。 好，罗西罗、潘雨妍、吴雅玲、潘婷英、潘姐、郭仁吉、吴阿环、郭正尧，咱家有第一个郭信武、黄丽锦、刘淑珍老师的助理哦，吴怡人，他们吴怡人家几个上来？应该在前就一人，吴怡人是刘老师的儿子。 有来哈，好，张美玲，这里的好弟弟老弟，陈之君，啊有，汪倩如，不可抗力在澎湖，有来吗？倩如有来吗？有倩如，没有，在澎湖哈，不可抗拒哈，林俊秀，汪时宏，汪时宏有没有来？ 好，东方四军，我看一下，苏玉泉，好，洪美玲，高昭景，洪甘之，廖继勋，洪月清，黄佩岑请假，洪千惠，林旭月，陈美芝，林一慧，这是不可抗拒，跟张红龙是夫妻不可抗拒。 林香夭，生病吗？没有来。江玉秀，好2个。林文超跟张雪芳是不可抗拒。好，孙淑渊，庄宝玉，宝玉姐，张红玉，张红荣。 张慧良、张明珠、郭道国、黄金如有郭玲玲、曾义胜请假，杨晓峰不可抗拒生病，陈安德、洪丽凤、张弘毅也是生病不舒服哈，有吗？不是这个弘毅，陈弘毅，好，陈茂南，要不来不？谁？陈弘毅有来哈，好，来有来，好，看见了，对，好，陈基明。 陈丽水，好，陈王楠，刘慧英，黄世琴，钟松吉，许静慧，许张美，不可抗拒，好，翁冠文，杨淑慧，汪定信，蔡生，赖胜雄，后面。 好，肖佳明不可抗拒，林春枝、苏天福、苏成玉，没有，不可抗拒。苏天武有没有？有，苏天福有来。苏
黄仁和，后面谢立慧，老邱敏，高坤耀，有高坤佑，高坤耀，好，恩碧和，陈芊芊，廖凯蒂。凯蒂好，有吗？没有。好，凯蒂没有。孙正英是上班也不可抗拒。有吗？有来了，好，看见了。南佑书上班不可抗拒。张凯慧，林秀英，有。史凯华也是不可抗拒。张浩志，吴玉珍。陈周阳、林居清不可抗拒在花莲，洪安喜也不可抗拒在国外，刘明浩没了，林志明也不可抗拒在高雄。前面翻，我从这边。陈正吉也是不可抗拒的，脚没办法走。啊，那个余文说也是啊。陈依丽，廖凤珍，苏胜琴，那个汪丽萍，陈彩云，汪湘琴也是生病。刘佑豪，胡水仙，刘爱珍没有哈，白强颖有，王敏。好，陈生有，好，这样子。南佑是有。没有，他不可抗拒，不敢抗拒。现在是书记的，现在书记的，农业的农总咱应该这些一般澄清名，不可抗拒较清淡。这些嘛，对。背名88嘛。背名。这些嘛，对。实际出席。88，方算88嘛，是吧？88。后来，咱拄则有点着名吼。来，我直接来宣布吼，咱应该出席117名，咱有请假甲不可抗力的29名，所以咱应该出席88名，咱即有88名出席。好，即摆请咱的小委员，拄则你有点着名的，拄则你有点着名，请你提着吼，就是讲咱是陪审会员。啊，每一个人提一张吼。咱伫遮，咱就用咱的祈祷，表明这个选票典礼哈。世军有来哦，世军有来，汪世军有来。真的，我也要请。对的，对的。世军有到了，吴红没有来，对不对？咱新的牧师吼，爱2/3，爱超过2/3吼。发完了，20张发完了，20张发完了。季菊芳有来，有来。咱那个的高票叫当算哈。哎，那个是打圈。打勾可以。你也可以靠近中间再一点。这个人也都在跟我这个。
慢车收票，慢车收票。慢车吼，来，到一个来交钱，我。拄只有点着名来，听无输这边，拄只有点着名，无摕着票举手，啊好，安尼出来小一份就。我米无得着。哎，小米没拿到，小米手机好，补一张。小米这边。那个来小的把购买票拿来前面。好，剩下的那一张。小会员记得填哦。哎，他剩下的给我放好。那小会员给我拿了，剩下的。还不能聊。慢车收票，那小会员第你买单吗？再来，我哋先来宣布吼，咱拄只应该出席117啦吼，咱经过书记个审有30位出席30吼，所以咱应该出席87，咱是会出席87，所以咱即摆手中有87票，即摆请收票，87票，好来请收票。可以收票了。对，可以。来，票请给我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咱共款那59票叫过1/3哈。咱即摆开始收票哈。出席87名2/3要爱59票哈。爱过2/359票哈。我来安选上课。来，老师伫遮征求咱的同意吼，咱要一张一张抢来开票，也是要派一个监选代表来看，安尼好无？会使无？会当派一个代表无？好无？OK， 因为咱大部分的票拢同款啦吼，所以咱征求大家同意来请会长乐，因为伊还佫是规章会员，但是还未满3个月，所以袂影响咱的选举。所以咱请伊来监票，安尼好无？好。
所以他口才好。哪一个？一般来，老师你先来宣布哈，咱发票87票，发票87票，收票也是87，咱这个是先来公布哈。通常迄个时阵是爱有人起来讲笑话，有人要来讲笑话，笑啥？新会。干嘛？我选不上会让你。不然我是介绍迄个经验里面。来，我是来宣布哈，来，现在咱公告的陪审会员有117名，扣除不可抗力也是破病出外，拢总有30名请假，所以咱应该出席87名，咱实际出席87名，咱发票有87票。收票嘛87票，同意的有82票，其他的有5票，所以我伫遮来宣布，咱的黄志伟团队是咱竞选团队，诚谢咱的有这个来选一条歌，来唱一条歌，咱再来。你给听见了？马上被 Q。二倍运电真正大，倍运电真正大，拢会晓吼，免看的吼。有啦，你头前嘛有迄本咱的建成的诗歌本，130首，二倍运电真正大。Oh
感谢你，做实在照你的心意，找派你的路谱来到你的圣会。主，阮真感谢你，建成教会兄弟姊妹同心合意，要来迎起你所差派到伫阮中间的牧者黄志伟团队，要来成做阮的牧师。阮感谢上帝你的差派，也感谢你来装备你的工人来到你的圣会。继续来引带阮兄弟姊妹三甲来做工，来行起上帝的圣会。主，阮知，阮拢无完全，总是阮相信，阮对无共款的角度，对无共款的立场来敲找上帝你交战的心意。主，阮有即款的努力，虽讲阮无完全搁卑微，也有阮也有即款谦卑的心伫上帝的面前。主，阮确实。你就要通过新的牧者来带领，你就要通过阮的兄弟姊妹，搁一摆愿意委身伫你的热情，就要互即个教会大大来兴旺。你的旨意一正伫即个教会亲像伫天，愿主你就来加添气力，加添智慧，伫阮新的牧师的身上，帮助你有这个气力来利益伫阮的教会，也帮助阮众兄弟姊妹。拢愿意甲阮新的牧者结连做伙，就是结连的主，同齐脚步来侍奉你。愿主你的旨意得正，愿阮得到上帝的赐福。阮伫遮献上阮的感谢，感谢你听阮的祈祷。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听达、圣神的相通、扶持帮赞，甲建成教会所有兄弟姊妹三甲之地。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好，遮济，咱